咁多位觀眾網友，大家好，我係 Benny Sir。究竟香港嘅教育制度需唔需要學習新加坡嚟緊就恢復體罰呢？即係正所謂他山之石啊嘛，係嘛？因為喺新加坡早2個幾月之前就已經明確規定啦，嚟緊下年嘅2027年，學校就可以重新執行翻體罰。咁講翻先啦，淨係針對男仔嘅啫，女學生咧就豁免嘅。咁點解勾翻早2個月前呢一單新聞拎出嚟重新同大家一齊再分析評論一下呢？就係因為最近香港接二連三都有啲類似又或者係欺凌嘅學校事件發生咗啦。咁報紙喺今日亦都有一單跟進報道，就係講翻喺呢一個月3號有一位讀屯門官立中學嘅16歲學生，唔知乜嘢原因就喺學校跌親嘅，冚親個腦，並且要送入醫院搶救。現在根據最新嘅了解所講，就話當日成班中學生呢上完堂之後就翻去課室執拾嘢嘅，而期間有位14歲嘅男同學同埋另外4位同學就喺課室門口阻擋傷者進入課室。咁嗰位傷者先至會試圖喺走廊嘅一扇窗門呢就打開，就諗住爬入去。點知喺爬入去嘅時候就懷疑課堂裏邊呢亦都有一位就係嗰位14歲男學生用雙手推佢嘅胸部，就令到佢呢往後跌咗喺個走廊。而當時受傷嗰位16歲學生其實都仲係清醒嘅，就去學校嘅醫療室求助，包紮手部受傷擦損咗嘅位置啦。而喺個過程裏邊呢，突然間個頭部就劇烈頭痛啦，仲開始嘔吐，出現痙攣同埋一啲暈嘅現象。之後學校亦都馬上送呢位學生入醫院。咁當時呢一單新聞呢都處理得幾大嘅。連警方重案組都入去學校搜集證據，即係認真了解究竟係乜嘢事呢？好彩受傷嗰位學生呢就大步攬過。當事件發生嗰一日呢，就話佢係命危嘅。咁推人嗰啲細路亦都真係執翻身彩啦。如果因為咁嘅緣故而令到即係有人命損失的話呢，絕對無端端搞咗個大頭佛出嚟。現在呢一個案件，警方係列為傷人案處理噶。咁喺度我哋唔知道個中即係詳細係點樣啦。究竟啲學生係唔係有啲咩積怨係唔係有欺凌定還是純粹係貪玩？我哋唔知嘅。而另外一單就100%係欺凌噶啦，就係上咗東張嗰單靜怡事件。嗰位14歲中二女生就讀匯基書院。因為不堪受到同學嘅網絡欺凌，又或者平時日常生活嘅語言霸凌欺凌，即係咩都齊噶啦，所以佢亦都帶備咗好多藥丸。去到5月19號嗰日，又俾嗰啲學生呢，嗰啲同學就欺負佢、欺凌佢，終於佢就忍唔住啦，即係火山爆發，就去咗廁所就吞食咗40粒藥丸，即係用呢一個作為生命嘅控訴。最終好彩就送去深切治療部，亦都經過醫治之後就慢慢康復，叫做呢執翻條命之餘，亦都將成件事推咗上去媒體，俾社會大眾去正視呢一件事。而嗰幾位欺負靜怡嘅初中生喺靜怡一時諗唔通啦，即係做傻事之後，依然喺個網上呢意圖同自己洗底，亦都繼續去話靜怡係佢自己嘅選擇，係佢自己傻啫諸如此類啦。唔完全複述啦，即係總言之啲言論就好冷血嘅。就算最尾靜怡出咗啲咩意外都好，都係同我哋無關嘅佢個人有問題嘅啫。學校嗰方面亦都馬上冷處理，就要啲學生唔好再咁多嘢講，唔好同媒體去透露咁多事情連擦過輕兵都冇做馬上粉飾太平。而呢2單新聞都係接二連三咁樣呢，就走入我哋公眾視野嘅。喺度想問一條問題先，因為呢嗰啲乜嘢國際兒童公約世界衛生組織呢，通常都係咁講嘅，就係話體罰對個兒童其實咧會有心理創傷啦，對佢將來嘅成長可能會有啲陰影，即係通常有呢一啲咁樣嘅睇法。咁喺度就不其然要問一條問題，就係咁俾欺凌嘅學生，
佢哋嘅心理狀況又有邊個去關心呢？講體罰呢一個問題，評論呢一件事情，其實真係要好小心嘅，因為喺呢一啲欺凌新聞出現之前嘅早一排呢，相信大家都仲記得香港嘅校長接二連三咁樣出事，又有一位籃球隊嘅教練，咁佢唔係體罰學生啦，佢嗰啲擺明就係侮辱啦，兜巴咁樣升埋去。所以我先至話啊，係咪真係有需要參考一下，睇一睇新加坡佢嗰種做法又係點樣？體罰係唔係有一個機制嘅呢？係唔係有一個程序？究竟係屢勸不善啦，定還是唔係啦？一見到犯咗校規就嚼呢？咁我哋就睇一睇新加坡點搞先。新加坡嗰邊呢，就係2027年起，學校就可以針對嚴重違規9歲以上嘅男童施以藤條嘅鞭打，而女學生呢，就係可以依法豁免。睇翻資料所講，對於初犯嘅學生就施以留校觀察或者係停學3日嘅處分，嚴重違規就可以鞭打一下。若果教而不善，即係不斷咁樣重複犯錯的話，最重可以鞭打3下以下，並且係停學5到14日嘅處分。咁乜嘢係嚴重違規呢？咁初步現在就定咗吸食電子煙、霸凌、作弊、賭博同埋其他違反新加坡法律嘅行為。至於被指為非常嚴重嘅違規，就係吸毒啦、打交、吸食啲有毒物品。其實犯到呢一啲事情呢，就已經係送官究治噶啦。咁喺新加坡嗰個法律框架底下，將會受到嘅懲罰就遠遠超過學校體罰添啦。關於體罰呢一件事情，新加坡嘅教育部就話啦，體罰係最終嘅手段，並且講到係需要家長同學校之間互相配合嘅。同時，新加坡嘅教育部亦都要求學校喺給予處分之前，應該客觀判斷學生嘅年齡、成熟度、特殊教育需求同埋心理狀況。隨住逐漸攀升嘅校園霸凌事件，新加坡呢一系列嘅措施就被當地社會媒體同埋坊間討論，推測學校重新執行體罰係有可能有效遏止後續嘅少年刑事案發生嘅概率。而喺另一方面，新加坡喺1995年亦都有份簽訂兒童權利公約。公約裏邊就定明唔能夠有體罰嘅條款，所以對於呢一次政策嘅推出，就好似話違背咗公約裏邊部分嘅條款。咁世界衛生組織就講，全球約有1/4到一半嘅兒童喺學校經歷過體罰，咁呢一個機構就呼籲終止體罰呢個做法。世衛嘅報告亦都提到，體罰對兒童身心健康、教育同埋社會嘅適應性可能造成負面影響。科學證據顯示，體罰兒童伴隨多重嘅傷害風險，並且未對社會帶嚟實質嘅益處。咁我喺揾資料睇翻相關網友留言嘅時候，哇，都好精彩喎。有一位台灣網友就講到啦，台灣官員就係偽善。講到咧要保護兒童，但係就唔知道縱容呢啲小霸王，先至係傷害其他99% 嘅兒童。有位網友又話啦，支持適當程度嘅體罰，從小被打到大啊，長大之後對嗰啲體罰根本咧個心裏邊都唔記得噶啦，就唔覺得會造成啲乜嘢心靈嘅傷害。反而係嗰啲語言上、肢體上、精神上造成嘅心靈傷害，先係潛意識裏邊咧陪伴到長大嘅。跟住又有位台灣網友啊，相信佢係做教書噶啦，就係話新加坡願意俾台灣老師工作機會嗎？如果願意，我願意去海外工作。咁啊，平衡報道網友留言啦，咁啊，亦都有一位國中老師啊，即係初中老師啦。我反對我嘅孩子被老師打，我也不會打別人的小孩。咁亦都有位香港網友有留言啊，就係話現今香港學校欺凌就越嚟越多，真係要嚴懲，父母要好好教育子女，成為有教養、將心比心嘅人。聽到每一個欺凌呢，都係好震怒。人人都係有父母辛苦養大，點解要俾你欺凌？希望欺凌人哋嘅學生家長都受到法律制裁，同埋校長都要受到懲罰。咁喺度亦
都唔係話戴頭盔嘅，即係講翻啦，兒童心理學啊、青少年心理學呢一啲嘢，咁我就唔識嘅。但係圍繞住要唔要體罰呢一件事情嘅討論，好多時都會勾咗一樣嘢出嚟，就係講其實體罰嗰位犯事嘅學生都唔能夠矯正佢嘅行為噶，應該從其他嘅輔導啊、教育着手。咁我就唔反對，又或者係我直頭贊成啦。一個人啲行為有偏差，梗係要教好佢啦，係嘛？但係我覺得體罰其實並不是話要糾正犯咗規、犯咗事嘅學生嘅。體罰係啲乜嘢呢？我覺得體罰純粹就係要俾犯咗事嘅學生知道，東窗事發之後，即係斷正之後係有後果嘅。唔係話喺個網上高，又或者喺日常生活裏邊欺凌完人、恰完人，又或者玩杯葛啊、語言冷暴力啊，咁樣呢之後拍一拍個囉柚，嘿，我都冇打佢係嘛，都冇肢體碰撞，奈得我咩何啊？唔係，做完呢啲嘢係要俾人丙嘅，係要俾人 fit 囉柚嘅。霸凌人嘅學生依然第時可以繼續霸凌噶，不過咪又 fit 過咯。罰就係罰，教就係教。糾正嗰一 part 咧，就留翻下集先講啦，俾啲社工啊，又或者心理醫生嗰邊跟啦。打嗰一下，純粹係話翻俾學校聽，又或者受人欺凌嗰個聽，有人主持公道咁解嘅啫。事關俾人欺凌、俾人霸凌、俾人恰嗰個呢，佢對世界乜嘢為之叫公理啊、公道啊，有冇人主持正義，佢係會因為受到長期欺凌而對社會唔信任嘅。又或者因為受到欺凌而令到喺行為談吐方面顯出冇自信啦，失去咗信心。喺呢一方面，究竟對佢嚟緊人生路上無論係佢讀得書成為專業人士都好啦，因為佢嗰個談吐就不及其他競爭者，潛在嘅經濟損失，喂，呢一條數又點計呢？所以有時候我覺得點解一講體罰嘅時候就將件事情個焦點呢有少少模糊咗嘅？假若欺凌人嗰個既然唔贊成體罰，咁用邊一種嘅方法嚟罰好呢？定還是唔罰啦？淨係勸，淨係教，咁樣就係最好啊！喺度又提出一個提問咁講一個長期喺學校裏邊欺凌咗、欺負咗人哋好幾年嘅學生，究竟呢一位青少年當佢長大成人之後，會唔會因為習慣咗欺凌別人，又或者將個欺凌程度升級咗？呢一個亦都係社會唔安寧嘅種下一個壞嘅因素呢。因為慣咗做啲衰嘢，做啲灰色地帶踩界嘢係冇後果啊嘛。咁我唔知道一位13、14歲、14、15歲嘅中學生喺接受體罰嘅時候，喺將來嗰個心理陰影有幾大？但係我哋即係咁樣講啦，如果喺社會上邊一位14、15歲嘅青少年，唔好話佢犯咗校規啦，犯咗法添，要入去嗰啲兒童教導所咁呢一件事情又會唔會對佢嘅心理有好大嘅創傷同陰影呢？又係唔係即係極端啲，索性就取消晒嗰一啲兒童教導所呢？佢哋犯咗法之後，依然都係叫社工父母學校多啲關心佢糾正佢嘅行為，咁就足夠噶啦。係唔係咁樣先？喺度又講兩句自己嘢咁我細個嘅時候，亦都俾人打手板，唔係日日打都隔日打噶啦。小息話咗就唔俾跑嘅，但係話知你，即係一到小息就要放電噶啦嘛。喺學校10幾級樓梯都係咁樣一下呢就飛落去噶啦。好彩自己又冇冚穿頭，亦都好好彩啦冇撞到同學，令到人哋冚穿頭。咁學校嘅訓導主任、小學嗰位老師呢，就每日都巡場噶啦，睇下邊個呢喺度跑跑跳跳，就拎把間尺打手板。咁佢打手板就還打手板啫，咁佢就唔會鬧個學生呢咩屢勸不改教極都唔聽跟住講啲難聽嘅說話就冇嘅，都係一臉嚴肅咁樣問你頭先係咪跑，係咪犯錯，係嘅就伸隻手出嚟，咁打一嘢咁算噶啦。佢嗰下打手板純粹就係針對當日發生嗰件事，就係犯校規，就係小息嘅時候跑步。咁我想講嘅就係咩呢？即係雖然自己都係百厭噶啦，但係因為有打手板呢件事，的而且確噶。第一就梗係跑嘅時候醒目啲啦，望左望右啦，同埋係會跑少咗嘅。有體罰的
的確係有一份阻嚇力喺度噶嘛，就係呢一份阻嚇力，咁先至有效減少咗學校嘅霸凌事件，又或者至少令到霸凌事件唔會咁明目張膽。尤其是喺學校裏邊呢，有好多普普通通嗰啲學生，一聽到話唔侵邊個玩啊，杯葛邊個，有時唔係話佢哋想參與一齊去欺凌，又或者係霸凌人嘅，只不過係會擔心一樣嘢，如果我同情佢的話，我俾佢拖埋落水，係嘛？啲人咪杯葛埋我，霸凌埋我，咁啊真係大鑊啦。所以會喺呢一個氣壓之下，籠罩住之下，就選擇沉默，選擇唔出聲，選擇咧表面去附和欺凌霸凌人嗰個學生，的確係會火燒連環船嘅。尤其是喺今日啦，即係周圍都係 CCTV 啦，翻去頭先節目一開始講過一單新聞，咁我哋唔知係欺凌啊，定係惡作劇，定係玩，我哋唔知道。但係有一樣嘢，我哋假設。學校公眾嘅走廊呢一啲地方全部都有 CCTV， 而啲學生亦都係知道噶啦。咁當受欺負或者係受開玩笑嘅學生去舉報有呢一啲事情發生嘅時候，咁啊學校校長好自然啫，咪睇翻 CCTV 咯，係嘛？咁咪成立咗咯件事情。呢一位學生投訴俾邊個有可能係恰啦，咁咪證據確鑿咯，可以藤條炆豬肉咯。咁好自然啫嘛！如果周圍都係已經係影低晒佢哋啦吓，呢一啲推推撞撞嘅行為，咁自不然呢，為咗避免俾人打籮柚的話，就會收斂噶啦。呢一次受傷嗰位16歲學生就叫做好彩啫，但係都經歷過一個危殆嘅階段。仲有一樣嘢，究竟有冇後遺症？現在未有咁快知嘅，尤其係冚親個頭啊，嗰個咩眼部嘅位置啊。全部冇事就冇事，有親事嘅呢，全部都係大件事嚟嘅。咁我講咗咁耐，其實大家都聽得出啦，或多或少我都係傾向贊成有體罰嘅，但係只不過係憂慮執行嗰一班人真係信唔信得過呢？定還是施展體罰嘅時候，真係成件事情要好嚴肅㗎。第一啦，要通知埋個家長到現場。兼且相關嘅文件紙張工作就大家都要逐步嚟即係要行到清楚晒嘅，同埋亦都千祈唔可以冤枉咗個學生呢一樣嘢呢，又係要執行得好小心嘅。呢一節嘅分享就同大家傾到嚟呢一度，多謝大家收睇收聽，下一節再同大家見面，拜拜。